爱梦想我一起暗用嘅状态，冇明了解。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叫做黄子轩与山平快，山线的平快车。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叫做《阿耶哦呀》，阿姨的黑椅子，一起来猜看看，这是一首闽南语歌还是一首原住民歌曲，好不好？好 ，1、2、3、4。哦阿耶哦呀，哦阿耶哦呀，那呀哎哦呀，西边公路边啊。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即兴唱游的计划，然后跟群众直接的互动跟分享我们的音乐。我想起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京都的岚山旅行，我去坐那个岚山的小火车，在途中呢，列车突然就停下来，然后后来就发现是列车长进到车厢里面，然后拿了一个天狗面具，然后在逗弄乘客。在那一段路程中呢，我觉得虽然只有短短的20分钟，可是却是我在旅程中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记忆。那我就在想，或许我们可以用我们最熟悉的方法，我们唱歌，我们用音乐的方法，在车上能够跟乘客互动。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黄子轩与山平快。山平快就是山线的平快车的意思。那我希望借由车站与车站间的移动，车厢与车厢间的移动，跟他们直接的交流，然后让他们认识我们的音乐。谢谢。阿耶哦呀，阿姨的黑椅子。今天如果你要出门呢，不管你是搭快车还是慢车，其实目的地都是相同的。可是平快车，它的速度又比别人慢，它停的站又比别人多，就是因为这样，它必须礼让。那因为礼让，反而产生了更多，我觉得生活的哲学。因为礼让，你获得的风景也比别人多。那接下来呢，就跟着山平快，我们一起来今天的音乐旅程吧。1、2、3、4。夏天给人一天，热树给米头，爱送你给裙摆，天然风中跳不容，天空用给茶壶，走同一节茶香，爱打开了茶窗，打开老你的想象。山过界山，轰隆隆隆要起嘅 tempo， 在车站后台大都中有平快车后做平快嘅梦行里，太多，沙漠一定比较快乐。平快车后一多多天过，通来通去是见面匆匆。歌唱用把重点不中用，春天嘅风吹送，松松延延上面爬动，爱上你嘅笑容，平安一餐又一餐，窗外风景不是停过。韩国每只是几百块，每三年嘅春夏秋冬。
谢谢。2016年的 NLU 在途那都进口种以后咧，其实冲跳是有动台舞腿绕墙NL 去重过。不过我冲跳是都较上的是，像我安用的母语、韵母音、安用的重重音，我们的音乐的群众到底在哪里？所以在音乐创作里面呢，我们经常想把我们的生活哲学放在里面，就是刚刚好的知足，不强求的平凡快乐，全部的捞去种你，你的品快差地不会读。你用母语的创作方式来唱出大家的欣赏。跟大家自我介绍，我们叫做黄子轩，我本人三平快乐团，三线平快车，就跟你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是有呼应的。那我们待会要唱的这首歌呢，是一个客家话写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好好坏坏》，中文的意思就是好好坏坏，对，那就是我们常常在跟自己讲说，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好的。我们现在唱这首歌给你们听哈，好好坏坏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我想我一起安用的状态，默认了解，困住的灵魂，硬化的姿态。我想我一起为本应规范，能做马改，散发的能耐，默认讲爱一定会失败，拜拜拜。俩下就行自由自在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好好快快，心跳嘅浪海，俩下就勇敢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好好快快，把公来天上，俩团力唱，俩下开始精彩。俩下就行自由自在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好好快快，心跳嘅浪海，俩下就勇敢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好好快快，把公来天上，俩团来唱，俩下开始精彩。在那里自然，自里那里摇摆，够有够嘅精彩，也唔是半路去，也唔是半路开，这俩家发发世界关系好快谢谢，好好拜拜。歌唱拥抱中人空有。
甜甜啦。有啦有啦。子轩只要有表演，从北到南我们都会参加，所以我们不是他的铁粉，我们是他的钢粉。钢粉。尤其今天又是在新竹表演，我们更是要去参加，帮他加油。子轩从开始创作以来，他所有的作词作曲的，我都会把它收集在我的 USB 里面，然后放在车上，边开车边听。所以我对他的歌很熟悉。有时候他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突然 cue 我一下，我都会哼上2句，所以是临客不得了。袂使浪费。袂使浪，总得老去。记得上一次在河岸留言看到你那一次第一次发那个华语片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很厉害，你们一个人唱10几首歌，也不用看词，也不用看提示，就可以从头唱到尾，怎么那么辛苦啊？你要上班，然后又要写歌，又要练团，晚上又不见得睡得好，尤其住在那个号房那边的时候，想到真的是舍不得，去到偷偷帮他打扫，回家路上还想说，哦，子轩好可怜啊，好好的家不住，跑到台北去发展。不会啦，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我觉得父母看小孩都是一样的。我们以前在这个地方，我说护城河这个地方，第一次看我演出应该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新竹之星。其实那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我在演出的时候，然后你就从台下递了一条毛巾给我，对，因为你第一次看到，没想到我儿子在台上演出怎么那么累，就递了一条毛巾给我，然后我还说这我妈妈，你还这样。你最虚荣的时候，我虚荣哎。可是你知道那多久了吗？16年过了，我觉得。就是我们人生难得走这一遭。从小我就自己写了一个那个梦想清单，在未来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在我的那个清单里面还没有做到的。我觉得我们就是逐梦踏实，然后用我自己的方法，好好的把它完成。这首歌叫做《小都漫游》有一半的闽南语，有一半的客语的 rap。我觉得一个游子要离开家乡的时候会。想到再回外北部个亲家，我就会觉得那是要离开家。可是我回到家乡的时候，也是再回外北部个亲家。这个故事的脉络形成了这首歌《小都漫游》，跟你们分享。行过老市场的柑仔店，总会怀念较早的生活。把门窗甲东门城，车头骑甲西海岸，风吹来一冬过一冬。西亚高温用袂安有生，啊，甘讲伊个大牌，无从俩面的不过，有就是亲像会分伊滴。跳落每号做时间不系安样的，爱阿太都爱把总强山推演，是世界上甲芳客家己放心，该愈个东行都该愈个死，爱着甲做个名号，系莫因唔知，唔讲伊唔知，爱讲跳是对面俩的风光的事情全部死在过去俩下一堆小屁，却排乱乱去萝卜嘅面皮写字，却本应看唔去，因讲这真小秘密，会完全查。着甲作用时间暂停身脱离，讲了着故作事情再做当风沙皮，我当上全都故意假死，有因为我骑一台脚踏车，当甲细汉时
时，佚佗的路线。再会，我的爸母甲亲情。我骑一台脚踏车，踮到历史野想的路边头。再会，我的青春拢伫这。相信，像是天然飞燕，不爱转去。我骑一台脚踏车，踮到细汉时佚佗的路线。再会，我的爸母甲亲情。我骑一台脚踏车，踮到历史野想的路边头。再会，我的青春拢伫这。说这话吗？骑一台脚踏车，踮到细汉时佚佗的路线。再会，我的爸母甲亲情。我骑一台脚踏车，踮到历史野想的路边头。再会，我的青春拢伫这。谢谢。接下来到了一个我很紧张的时刻，我想欢迎我的老师黄连玉老师，阿玉哥。大家好。玉哥就像我不只是说前辈啦，有时候其实就是真的是老大哥。我对他的我不要说敬仰太矫情了，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在前面做了很多事情，在前面的一个前辈，然后我常常看着他做的事情去作为我学习的一个样子。新一代音乐人年纪都蛮轻的嘛，对不对？这一定是才华一定有的，有创意，可是就少了那么一点点那种过去我们那种豪迈，就是自由度还是需要再大胆一点。我觉得玉哥他即便是他已经很有成绩的在这个乐坛上，可是他永远都不会停留。以前我会帮玉哥开车，就是我们出去玩，然后我帮玉哥开了他的小车。那时候影响我很深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放心。他就说：“黄子轩，你什么东西都不要信，你是做音乐的，你就相信音乐这件事情是。”玉哥讲完那句话，我就一直放在心里。其实或者他没有那个意思，他其实只是丢那粪呢，随便乱讲。但是讲嘛，我也忘记了。他不记得，你看。可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我这影响我很深。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我要请你来跟我一起同台，我真的昨天就睡不好。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咖啡喝太多了。昨天少来，我以为你的场子那个年轻的美眉很多，他们都很年轻啊，结果这么年轻的你没看到吗？唱欢聚歌好不好？对，欢聚歌。你们一定会唱啊，一起唱好不好？
司机分别给我多人黑的大意。你爱记得心头轻松，叮当你的脚步，快乐的时间袂当来等候。嘿呦嘿哦，嘿呦嘿哦，嘿呦嘿哦，嘿。哎呀路啊，那咿呀那呀哦，哎呀咿呀路啊，那咿呀那呀哦。莫管伊是乌仔汉子，在地还是客人，会啊若要跳舞练歌，无分你甲我。就像照顾一家的钱，用心来通吃，掠得有山有水，四季分明的无多缘嘿家己。斗阵来练歌，学歌声才要人，命咱是有缘斗阵的一家伙人。咱拢莫搁怨，那咿呀那呀哦嘿，那咿呀做乱，那咿呀那呀哦，咱拢莫搁怨，那咿呀那呀哦嘿，那咿呀乱，那咿呀那呀哦。那咿呀路啊，那咿呀那呀哦嘿，那咿呀路啊，那咿呀那呀哦，那咿呀路啊，那咿呀那呀哦嘿，那咿呀路啊，那咿呀那呀哦，那咿呀路啊，那咿呀那呀哦嘿，那咿呀路啊，那咿呀那呀哦。歌唱用万种人共鸣。明天平快车就要开到桃园来了，我今天晚上要先来找明天一起合作的伙伴 DJ Siri 的成员拉链他们呢也是在台湾居住很多年，来自印尼的新移民朋友。今天呢，我跟 DJ Siri 的拉链约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深夜唱片行，它是全台湾第一个关注新移民议题的一间小店。那在那边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很酷的东南亚音乐。哎，阿巴嘎巴，对，老妹，什么意思啊？喝什么？喝什么？喝什么？来，耶！让我们想一下。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还蛮常来这家店的，然后从这边开始认识到周明，然后就认识到很多人了。我们以前过年夜饭的时候，发觉有些我们的朋友就是外籍的移工或者比如学生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我们就希望说在年夜饭的时候，能让他们玩音乐的人可以过来，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在创作一些音乐，给他们表演。我会认识 DJ Siri 也是因为来到深夜唱片行啊，然后在那一天晚上看到 DJ Siri 的演出，真的很惊人呢，真的，尤其是
我看到那个 Yosef 跳到桌上的时候，一个晚上唱了30-40首歌都不想停，我都累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在中立，其实中立早期就是很多的工业区，大大小小工业区，最早是从泰国的朋友过来，然后后来是印尼，最后再是越南，对，然后由这些人，然后才产生了这些文化。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台湾的音乐啊，在未来一定要融入新移民的音乐元素。在台湾，然后有菲律宾、有印尼、有越南、有泰国的朋友，然后一起齐聚在这里，10年、20年后就会形成一个独特的台湾元素。音乐其实不再讲什么语言，其实不用听得懂，人家就可以感受你的那个 body language。没错 ，body language。其实我们今天是要来练团的啦。真的吗？对啊。我很喜欢 Yosef 跟拉链，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就是跟他们每次一起唱歌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是学习了很多。其实这一次我们等一下要演唱这首歌呢，这首歌在印尼听说很红，叫做 Lame Lame。你们可以念一次吗 ？Lame 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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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啊 ？Happy 热闹。我问 Yosef， 他中文不是很好，他说拉美就是热闹一次，Lame Lame就是热闹2次。等一下唱这首歌叫做《Lame Lame》，黄子轩与3平快 featuring DJ Theory。Mari rapat kemari, jangan takut beta cuma polose. Pada saat putar baik-baik, jangan sampai alat tagai, nanti bisa pulang berkala. Oh, rame-rame, mari katong badansa rame-rame. Dansa goyang badan manis. 换我唱客家话。唔管伊係哪邊來，唔管伊講哪邊嘅話，在哪邊大家都係英雄。天天倆隻樂團跳舞，在舞台迎向下來，冇強用嘅伊就唱強用嘅歌。Dansa rame-rame, rame-rame, dansa goyang badan manis. Oh, ladengnya don kisio, malengang dan menari, angkat kaki atur langkah baik.
谢谢 ，Thank you。这一次我们在《异乡人》专辑里面呢、有一首歌叫做《他乡变故乡》，他乡变故乡啊。这首歌其实是想要讲一个在异乡打拼的这种心情呢、其实也是想要借由这首歌去讲我们在台湾新移民他们的现在的处境。我觉得跟他合作的话，就是我个人觉得他是怪咖，你有洁癖，真的，所以跟他玩，我觉得好痛苦。可是是好的，我第一次认识 DJ Theory 的时候啊，想要去约一个地方练团玩音乐，结果后来发现他们在那个印尼在台办事处上班啊。那我想象这个地方应该大家都是上班族，都是穿着西装，很严谨工作，就去找他们。一下班他们就那个领带就讲，玩团了，就在办公室。下班了，而且办公室在电梯里面我们就在电梯里面直接就玩音乐、做音乐这样子。我来台湾，自从读大学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5年了。比方说同学有问我，是哪里来的什么，然后他们说哈你是印尼人，那就开始很奇怪的问题就出现了，这样，你家有电视吗？有马桶吗？没有。大部分对印尼的认知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其实如果以音乐来讲的话呢，我们在印尼是还蛮多。办那个比较大型的音乐节这样子，包括 Java Jazz 那种的，有空可以来。我有去过 Java Jazz， 赞，超赞的，真的很棒。我觉得新移民在未来的处境，可能也有可能像现在的客家一样，我们虽然过去都是客人，但现在我们一起站在这个土地上，我们都是未来的主人。我们在《异乡人》这张专辑，其中一首歌叫做《他乡变故乡》，他乡变故乡这首是一首客家歌，可是中间有一小段。是 Yosef 跟拉链的创作。Walaupun kita berbeda, tapi kita tetap satu tujuan。就是兄弟啊，虽然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对不对？我们有同一个目标，一起生活在台湾，我们都是台湾的一份子。这首歌有印尼话，有客家话，他乡变故乡。所有嘅兄弟向下拼下去，我有着感觉，敷衍嘅祈祷，相爱用力企在两片土地，半生恋爱嘅青春都在两边微了，一家大路处理。Walau kita berbeda, kawan, tapi satu tujuan. Con sói ngài để khó nên không nghĩ ra chút rồi ngài chỉ yên phong lối lẽ vì nghĩ kêu tha không biển cũ không nghĩ mò con sói ngài để khó nên không nghĩ ra chút rồi. Put your hands up, hey. Con sói ngài để đi cô nên không nghĩ ra chút rồi ngài chỉ yên vốn rồi lẽ vì nghĩ kêu tha không biển cũ không nghĩ một con sói ngài để đi cô nên không nghĩ ra
乡变故乡，耳目看水爱的你孤单强的杂处处，爱自烟风来，两边已经他乡变故乡，耳目看水爱的你孤单强的杂处处。谢谢。歌唱用万种人的共鸣。哦，没想到巡回今天就已经来到了最后一站，到了板桥站了。当初我们一直开玩笑说，想要从小 pub 唱到小巨蛋，从小车厢唱到大车站，想要把车站从一个浪漫的乡愁记号扩大成一个做梦的舞台。今天可以来到在板桥车站演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玩。骄傲，在我们台湾这个人来人往的这个大车站里面，用我妈妈的母语唱歌给你们听。因为我妈妈从小是务农，然后住在农村。我们去山上那个荒郊野外的地方，然后妈妈就会说：“子轩啊，爱路的时节了，莫土爱带都该山当别啦够猥琐啊。”妈妈就说：“老的时候不要带我去住在那样的地方。”这首叫做《山当别啦够》。车窗吹冷凉风，一路四道街草山东风，树嘅米土，少暖嘅耳头，今暝嘅温度嘟嘟好。爱嘅梦想，自在轻松，本爱因伊嘛该就不是错，简单最好。唱今暝就好，平安行到一家点进角落。山岗巴拉巴巴的巴巴巴歌，两只挥手只有眼泪两三唱的歌，爱上头难好，是陪落俩等我，款待下个你，用伴流通。打开辣椒，点燃金鹅，吹冷风摆头，山东清雨，莫言嘅背锁，花香一层一层飘过。爱行通，听懂唔懂，老年相处用背安怎讲？简单最好。你讲 simple as more， 心情紧张极快紧错，人生的方向爱看无马路，将一日咱生命颠簸，洒洒出走，落去天堂，到了这条路程一点轻松，山东巴拉巴巴拉巴巴。
又缘地两三千个歌，爱相通难好，是飞落掠当我，款待下个人袂多嘛该流通。山东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掠着飞梭幸运线，伊只细细个希望，爱合通，看不清世界错也很错，我爱一战巅峰。感觉会点享受 ，Come on， 手给我我，嘿，嘿，嘿。Bam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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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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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山东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只飞梭只有缘地两三千个歌。爱相通难好，是飞落掠当我，款待下个人袂多嘛该流通。山东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掠只飞梭幸运线，伊只细细个希望，爱合通，看不清世界错也很错，我爱一战巅峰，感觉会点享受。手齐齐。谢谢。得到原创母语音乐大奖以后呢，在客家圈有一点小小的名气了，那就也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思考，怎么样用母语去创作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也会去想说，还有什么题材，还有什么曲风可以去做发挥。因为其实像母语音乐，它其实跟现在的大众其实要接近，其实是比较相对辛苦跟困难的。所以我们在新的作品里面就会去想，用一些新的曲风，像是雷鬼、森巴或是爵士，会让大家看到它多元的风貌，也更容易接近它。现在有很多的新移民的朋友，那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过去的母语也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在这个岛上，我们大家都用音乐一起交流，因为呢，唱母语都会让我们更有找到回家的感觉。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回家的路》，母亲的语言就是我们回家唯一的路。我们一起把板桥车站的屋顶掀开来，好不好？好 ，Make some noise。无停的脚步，离开家已经落寞，颠簸，昏暗暗不清楚。夜光奔无人挡住，脚印奔夜风吹着，一步步离开故乡土。眼泪爱比出去，爱勇敢哭。离开无下的路，也寒冬深处，又几多的苦，祈求祈求，敢还袂记得，全部下的路，也寒冬深处。有几多的苦，用心感到无梦是怎么水流。Come on！ 我
出去，勇敢去。离开无下个路，也寒冬深处，又几多个去，祈求甘喊袂记咧，全部下个路，也寒冬深处，又几多个去，用心感到无梦是上路，全部下个路，也寒冬深处，又几多个去。祈求甘喊袂记咧，全部下个路，也寒冬深处，又几多个去，用心感到无梦是怎么水流。其实我是个台北长大的小孩子，所以一直以来都不太有机会说搭着火车啊，或者沿着火车的支线去一些我真的没有到过的地方。我常常跟我朋友说，就是子轩带我游台湾。桃园场啊，那个拉妹啊，还有人跳舞嘛。后来有个印尼人加我 Facebook 哎。这系列我觉得还是10分车站那一场可以去做一些很平常你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就在火车上那样表演。就是因为有我才得金曲的，知道吗？所以我没干嘛，就是守护神。跟子轩长久合作，那就要看他喜不喜欢我啦，就这样啦。